先说清楚，双方比武，点到为止。那就开始吧。小心点，谢师兄。这狗贼分明是陷害我，只要杀了他，那些丑事就永远不会被师父知道了。 江湖上也算是名门正派，倘若被人知道以多欺少，岂不是被武林同道耻笑，损坏了战大侠的威名啊？战大侠，你不会怪我贸然出手吧？今天发生的一切都够了。正所谓刀剑无眼。 战大侠，在比武场上有所伤亡，在所难免，谁也不愿意看到这一幕。战大侠，节哀。明人不说暗话，今日你带人上我折剑山庄，亲门踏户，杀我徒儿，究竟所谓何事？天云兄，难道是你怀疑鄙人？ 用阴谋诡计对付你折剑山庄，那你就是错怪我力谋了。厉公公，你我心知肚明，难道真是我错怪你了吗？你，战天云，你的徒弟是我杀的，要想为你的徒弟报仇，好啊，我就给你这个机会。我正想领教你这名满江湖的天下第一剑。 天地，哎呀，老大！洞房。哎呀，老大你醒醒！哎，老大！干什么呀你？睡觉呢不知道吗？正做梦呢，关键时候我都快进洞房了，讨厌死了。英雄哥哥，你怎么被绑这儿了？马尚飞也在。 你们俩玩什么游戏呢？我也想加入。哎呀，我现在没法跟你解释，你赶快帮我想办法解开绳子，要不然就来不及了。什么来不及了？我得去通知师傅，他喝的那碗粥里有毒啊。什么？你怎么知道他的粥里有毒啊？哎，你就别问了，赶紧想办法帮我解开绳子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这份生死状，你我这场比武，这上面写得很清楚，无论是谁输了，就必须 自断双臂！老夫早就猜到了，你们是有备而来。哼！你趁人之危，简直是无耻！厉公公，您曾亲口说过，您跟我师父曾经是同朝为官的老朋友，请您给做个主吧。像这种趁人之危的事，您不能坐视不管啊！江少侠，这可实在叫鄙人太为难了。
刚才岳掌门说的已经很清楚了，这是一件江湖的事情，就应该按照江湖的规矩。鄙人混迹于宦海，朝廷为官，实在不便插手江湖中的事情。可是，姚北，不要多说了。既然命中注定，看来今天我这一劫是躲不了的了。不过，还要请厉公公念在你我往日旧情，不要伤害我折剑山庄的门徒。好吧，既然战大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岂敢有推辞之理呢？战大侠，如果你实在不愿与岳掌门交手，完全可以拒绝岳掌门的挑战。不过，你必须得把那些不该在折剑山庄犯上作乱的人交给鄙人。折剑山庄绝对没有你所说的那种穷凶极恶之徒。战大侠，飞鸾可是在帮你啊！战某心领了，岳掌门，来，那个什么生死状，给我拿过来。好。师傅！战天云，是不是感觉不舒服啊？不舒服就说话。爹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人不服老可不行啊！岳掌门，你也太无耻了！你们趁人之危逼我师父过招，你们的江湖规矩何在？折剑山庄真是卧虎藏龙啊！连一个小崽子都敢跟我乱喊乱叫。好，我就给你们一次机会。折剑山庄，除非有人能站出来战胜我，否则你战天云就得乖乖的自断双臂。好，我替师傅跟你比武。嘿，二师兄，我没事。怎么回事？哎呦，怎么把我绑这儿来了？不是鸟人在这绑着呢吗？哎，鼎鼎大名的折剑山庄，原来都是一群酒囊饭袋。战大侠，你门下弟子云云，就没有一个能站出来和我过招的吗？哼，看来这个生死状可以兑现了。你好自为之，自断双臂吧，以免让天下人笑你战大侠言而无信，是个孬种啊！士可杀，不可辱。我战某宁可自残，也不会让江湖笑话。师傅，师傅，快住手！灵儿，你怎么了？该来的人终于来了。叶大侠，久违了。师傅，对不起，那粥里有毒，我真是不知道。你没怎么样吧？没事，为师不会怪你的。又来一个送死的，小兄弟，你入门不久吧？啊，看看你这些师兄弟都成了什么德行！战天云，你这个老匹夫，就会误人子弟。你再敢侮辱我师傅，我真的对你不客气。我就不信了，战天云这个窝囊废，能调教出什么高徒来？不准侮辱我师傅！影儿，大师兄，你没事吧？英雄哥哥，大师兄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好歹我岳东来也是一派掌门，杀你这个无名小辈，简直有辱我的身份。我不是无名小辈，我告诉你，我有名字。老大叫我鸟人，老师叫我英雄哥哥，这里所有的人叫我大师兄。师傅还告诉我，我有名字，
我叫叶红影。你就是叶红影。长官，正所谓泰山倒，朝廷不倒。岳掌门，一个区区的叶红影，就把你吓成这样了？好，叶红影，今天你就是长了3头6臂，我岳东来也要会会你。快跑！刘星哥哥，他有剑！快跑啊！是金鹰一杀手，拔剑的。我连剑都没有，拔什么剑？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快把我下来好不好啊？是你师傅让我这么干的，我也不愿意呀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打狗还得看主人的嘛！啊！灵儿，接剑！这么短，这不偷工减料吗？英雄哥哥怎么打呀？灵儿，以静制动，看清楚他的剑招。以静制动。杀人了！我杀人了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血，我手上有血，不行，我要洗干净，我要洗干净。把侵犯拿下！是。我不是有心的，你们干什么？我不是有心杀人的，不要抓我，不要抓我！在我与叶红影分出胜负之前，任何人不能动他一下。大胆长空无名，竟然公然和我东厂对抗，包庇朝廷侵犯！包庇侵犯，笑话！在我与叶红影分出胜负以后，你想怎么处置他，我长空无名绝不干涉。否则，别怪我手上的剑不认人。你太狂妄了！难道就不怕我拿你也当侵犯一并惩治？那就尽管来吧。捉拿亲命要犯，谁敢阻挡？格杀勿论。是。走。上！全都住手！怎么，战大侠，您不会想为难鄙人吧？这可是9000岁亲自下的命令，谁也不敢违抗啊！鄙人也是情非得已啊。战某不敢为难李公公，更不敢触怒9000岁，只是想给猎兔红影跟这个小孩做个保。话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恐怕谁也担保不了。灵儿，到我房里把免死铁券拿出来。是，爹。铁券？难道天云兄想用免死铁券为二人担保？没错，你知道就好。
当年先皇颁赐战某3面免死铁券，我想以其中2面免死铁券保他2人。可是，天云兄，这大明律法明定，只要不是犯了弑君叛国之罪，那就算是犯下滔天大罪的穷凶极恶之徒，皆可免其一死。这一点，厉公公不可能不知道吧？这个鄙人清楚。那猎徒红影，向来不是犯了弑君叛国之罪吧？自然是。难道这个10岁不到的小孩儿，有可能犯下10恶不赦之罪吗？所以，恳请厉公公网开一面，高抬贵手。好吧，既然战大侠执意如此，飞鸾就一定卖这个情面。不过，鄙人把丑话说在前面，日后他2人只要踏出折剑山庄半步，我一定会公事公办，不留情面。一言为定。爹，免死铁券在此，劳烦厉公公转交给朝廷。好吧，既然这样，我就不打扰了，在下告辞。回府。是。英雄哥哥，他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叫长空无名的人。你仔细看看，你认识他吗？你们以前是不是朋友？我不认识。你不认识我，可我早就知道你了，叶红影。今天见你一战，你还真不是浪得虚名。我什么都不会，我真的不会。你不要过谦了，你今天有伤在身，我不想胜之不武。3日之后，长空无名会重返折剑山庄，到时候你我一定得分出个高下。我不好玩啊！谁呀？这是干什么呀？没吃没喝的。庄主啊！哎呀，是你让我这么干的呀！你也不能不管我呀，好歹让我能够着这条鱼也行啊！大师兄，这次真的要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那群坏人不把我爹逼得断去双臂，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你是我们山庄的大恩人，我替我爹、替师兄弟们向你道谢，你就受我一拜吧。哎，战姑娘，别这样，我受不起啊！不，大师兄，你绝对受得起，你是我们山庄的大恩人啊！你别这么说，这么说我受之有愧。师傅还有大家对我都那么好，我为你们尽点力，是应该的。英雄哥哥，你是当之无愧，怎么会是受之有愧呢？刚才的情形多危险，我们大家都看见了。不过说起来，我的功劳也不小，要不是我在旁边吟诗，你哪能想起那个剑招啊？就那招叫什么？哦，听他劈了。人远说的对，今天折戟山庄化险为夷，他们2个是居功其伟啊。不过，战姐姐，既然你都知道英雄哥哥这次帮了你们大忙，那你以后对他好点，别再欺负他了。我知道，大师兄，以前我对你实在是太过分了，你就原谅我吧。看你们兄妹摒弃前嫌，老夫很高兴。哎，师傅，爹，庄主，你没事吧？爹，你没事吧？放心吧，不碍事的。我已经运功把体内的毒逼出体外，休养几日就没事了。这次遭人暗算，我看折戟山庄再无宁日了。还有那个长空无名，他放下狠话说3日以后找你比武，看来你要跟他分个高低呀。这就奇怪了，师傅，我又不认识他，他为什么一定要跟我比武呢？人生在世，就是名利2个字，
放心吧，到时候为师一定尽力为您化解这场不必要的虚名之战。师傅，我给师弟们都已经服过药了。怎么样？严重吗？您放心吧，服过药以后，他们都已经无碍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刚刚幸亏有你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刚刚大师兄那几招，简直就有庄主的风范。对，大师兄，你要是当上庄主，大伙儿一定心服口服啊。对呀，是。对，英雄哥哥的武功这么好，以后要是你当上庄主，就没人敢来惹事了。哎，别乱说，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，哪能当什么庄主啊？别拿我开玩笑了。姚北，啊，徒儿在。宽儿的后事就交给你去料理了。师傅放心，我会亲自处理的。哎，宽儿生性不济，他是你们兄弟里边最让我操心的一个。想不到到头来还要让我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。扪心自问，对宽儿，我已经尽了一个为师为父所能做的一切了。哎，圆圆，我去弄几个小菜，你去准备碗筷，千万别落下什么东西啊。记得带酒啊。放心吧，姐姐。哎呀，哎，来人了！哎呀，欢迎欢迎啊！看你的情绪，应该是大获全胜吧？哎呀，胜肯定是大获全胜了，但是跟你没关系，因为差点被你搅黄了，所以呢，你没有资格吃我们的。哎呀，算了，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楚。我们大伙儿啊，都想跟英雄哥哥喝一杯酒，待会儿再聊啊。你们还要喝酒啊？小少爷，带我一块儿去吧，我还能替你挡酒呢，记得不？我现在正准备东西呢，没工夫搭理你。你不带我喝酒也行，你告诉我，是谁把我绑这儿的？怎么绑上去的？废话，这还用问吗？当然是被人绑的了。谁呀？太可恶了！告诉我谁干的？谁干的这种缺德事？我当然知道了。谁？这还用问吗？这个人啊，就是我。圆圆，东西齐了，快走吧，别让他们等着急了。走吧，姐姐。哎，别这么走啊！小少爷，小老爷，白眼狼没心肝，白疼你了我。还是艾蒂姑娘对我好啊！哎呀，虽然有点疯狂，但是挺实在。也不知道她跟冬青怎么样。冬青姐，我还是觉得我们南方好，山山水水的。你看这儿，到处都光秃秃的，风也吹了，草也低了，我可没看见什么牛羊。看来那些什么诗啊、词啊的，全是骗人的。你哪来那么大雅兴啊？我们出来啊，可不是看风景的。这好不容易才出了关，我现在只想见到袁大将军。哎，冬青姐，那我们见到袁将军，把东西给他，是不是就可以回去了呀？哎呀，太好了！这样的话，我就可以见到我相公了。哎，这么久没有见到我相公，我都快想死他了。这次我见到他，再也不跟他分开了。哎，冬青姐，你说我们老穿着这身衣服，是挺像大老爷们的，可是我可是一个集传统妇女美德于一身的美人呐。你呀，就别再瞎胡闹了。虽说我们离开了锦州地界，但毕竟还没有见到袁大将军，所以啊，还大意不得。你若是想尽快见到你相公，我们必须赶快赶路。怎么，肚子饿了？早就饿得前心贴后背了，好几天都没好好吃顿饭了。忍着点吧，等进了城啊，就会有吃的了。要等到进城啊！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！哎呀！哎，冬青姐，你看，那是不是有个茶铺啊？走，我们去吃点东西。走。
哎，时间宝贵，咱们得抓紧时间啊！哎呀，不差这1顿饭的时间。老板，哎，赶紧给我们弄点好吃的，都快饿死了。好嘞，来，二子，来客人了，快招呼着。哎，知道了。这兵荒马乱的，没什么吃的，也就是前日剩的一些羊杂汤。二位公子能凑合着吗？没关系的，快点上吧。快点，老实点。来，哎，来，您二位慢用啊。老板，您这守着一道口，也不多备点吃的，这可怎么做生意啊？哎，一看呐，你们就是关里来的，这关外天天在打仗，这藩邦的奸细时不常的就混进来，这每一天都在抓，弄得人心惶惶的。家里没个事儿，谁还敢轻易出来啊？这没人过，您说我这卖给鬼去啊？哪有什么奸细啊？都是附近老百姓抓来凑数的。你个小兔崽子，不好好干活，哪有那么多废话？去，快点，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走，快走，快点，别打了！这些都是什么人啊？怎么还有老人和小孩呢？那些人啊，都是附近的老百姓。只不过他们的衣着打扮跟咱们中原人穿的不一样，官兵啊以为他们是刺探军情的，都给抓起来了，说不定哪天就都给拉出去砍了。全都砍头，连小孩都杀啊？那就说不定了，谁叫他们是异族人呢？去，别乱说，干活去，走。起来，滚起来！听见没有？起来！那些孩子有什么错呀？那些官兵为什么要那么对他们？太过分了！算了，别多管闲事。别忘了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不再节外生枝。快吃吧，吃完咱们还得赶路。龙哥，我去方便一下，你先吃着。艾迪，记住上次的教训，别再胡闹。住手！就算是异族，也不应该这么对待他们呀！救命啊！多管闲事，不让你多管。没事吧？谢谢。来。谢谢，快走！快走！快跑！大家都快跑啊！站住！敢放走异族贱民，大胆奸细，给我带走！我不是奸细，放开我！走！都说了我不是奸细了，快放开我！听见没有？放开我！禀将军，此人私放异族贱民，定是私通藩邦的反贼。大胆狂徒，你私通藩邦奸细，还敢胡搅蛮缠！来人，给我砍了，以儆效尤！哎，别杀我呀！我还得回去见我相公呢。什么颠三倒四的？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找什么相公啊？受死吧你！刀下留人。将军，千万别刺杀好人。大胆，私通藩邦的叛国之徒，也配称得上是好人？本将军念你是一介无知草民，不跟你计较。再胡闹，一样拿你军法处置。快滚！将军，草民就算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妨碍您执行公务。只是草民这位朋友，平生见义勇为，好打抱不平。方才见百姓被将军的军士们施暴，所以才一时动了恻隐之心，鲁莽行动，还请将军见谅。今天你自以为做了件好事，可你知道吗？明天本将的军士们有多少要惨遭他们的毒手？荒唐！没将他凌迟处死，已经算是手下留情了。你若再敢替他求情，就以同样的罪名论斩。袁大将军早有命令，
阵前通敌者，杀无赦。袁大将军，莫非将军正是袁大将军麾下的？不错，我乃关宁铁骑先锋祖大寿。冬青姐，他是袁大将军的部下，你赶快告诉他，我们就是专程来找袁大将军的。而且刚才我放的那些人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怎么可能是奸细嘛？你让他别杀我的头。是啊，将军，就请您网开一面。现在我们去见袁大将军，如果将军还不肯饶恕我这位朋友，要将他依法处置，到那个时候，草民也再绝不敢多言相劝。你们来辽东是来找袁将军的吗？正是，草民有要事，必须当面向袁将军禀告。有要事禀告？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实不相瞒，草民乃前左副都御史杨莲的女儿。火影哥哥，火影哥哥，你陪我出去放风筝。哎呀，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呢吗？杨伯伯和我师傅喝酒喜欢用鳝鱼下酒，我先把这鳝鱼给收拾了。什么？你好坏！我讨厌你，我再也不喜欢你了。怎么了？你为什么讨厌我？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了？你快告诉我。你杀鳝鱼，你好残忍！你看你的手上全都是血，我再也不跟你玩了。你别生气，你是不是讨厌我杀鳝鱼？那我以后就再也不杀了，我的手再也不会沾上血了。你不要不理我。好吧，可是你要先把手上的血洗干净。为什么会做这个梦？在梦中那个小女孩，叫我红影哥哥的那个小女孩，说让我把手洗干净，不喜欢沾满鲜血。我杀人了，我真的杀人了，我的手上沾满了鲜血，不行，我要洗干净。我洗干净。颖儿，你在干嘛？血，师傅你看，我的手沾满了鲜血，我要洗干净。颖儿，冷静一点。你看清楚手上什么都没有。我的手真的是干净的。颖儿，一个人的手干不干净，完全在于他的心。心是脏的，那他的手洗得再干净，也一样还是脏的。心是干净的，那你的手就是沾满了血，也是干净的。你懂吗？不懂，我真的不懂。哦，对了，师傅，在我梦里一直有一个小女孩，叫我红影哥哥。她就让我把双手上面沾的鲜血洗干净。您知道她是谁吗？师傅，您说过了，您是一手把我从小养大的，您一定知道这小女孩是谁。您能告诉我吗？为师是不希望你想起过去的事情，但是有些事情是必须让你知道的。颖儿，就听为师说一段故事吧。詹叔叔，你和我爹是好朋友，你不可以杀了我爹。展天云，我杨莲有眼无珠，把你当成推心置腹的异姓兄弟，可你竟然恬不知耻，投靠神机营，当了魏忠贤的一条走狗。9000岁是朝廷忠臣，我为他效命，就是为朝廷尽忠，我有什么不对？够了！既然话不投机，不必多说。你我兄弟情谊，今日就此割袍断义。晴儿，我们走。不，我不走，我要跟回
影哥哥在一起。红影哥哥，你告诉你师傅，你不想和我分开，你还要带着我乘风着飞上天去呢。冬晴，红影哥哥，红影，别忘了，你是阳明山庄的大弟子。红影哥哥，红影哥哥，你答应过我的呀。对不起，我们不会再见面了。红影哥哥，红影哥哥，晴儿，红影哥哥，红影哥哥，我们走。红影哥哥，红影哥哥，红影哥哥，红影哥哥。师傅，您的意思是告诉我，我梦里那个小女孩名叫杨冬晴？没错，她是你还没过门的妻子。我未过门的妻子？这门亲事是为师跟他父亲杨莲给你们俩定下来的。杨莲？怎么好像听说过这个名字啊？这个事情说来话长。杨莲是你的启蒙恩师，当年为师曾经拜托他为你传道授业，同时他也是为师今生今世唯一的知己之交。只怪为师与他意见相左，杨兄与我割袍断义，10几年后已是阴阳两隔。师傅，您怎么了？怎么越说越伤心了？不要说这些了。3日之后，长空无名扬言指名与你比武，为师担心你有什么不测，所以决定亲授你一套滴水不漏的防御剑法。只要你学会了这套剑法，虽然你不懂得攻击对手，但是对手在100招之内也无法伤你毫发。师傅，我不懂我为什么一定要跟那个叫什么长空无名的比武。天底下有很多事情想避是避不掉的。来吧，还记得你小时候，师傅跟你手把手的把我的绝学传授给你。来，跟师傅练剑吧。来，拿好，有劲一点啊，这边，手，这个好，好，你试试看，快一点。很好，再来一遍。在师傅的心里，第一位永远是大师兄的。难道不管我再怎么努力，也比不了大师兄？什么？岳新川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大将军，冬晴虽不敢胡乱断言岳新川究竟是为了什么，但是他确确实实是投靠了魏忠贤。杨姑娘误会了，本将不是不相信你，只是这13铁骑自从改邪归正以来，一直在本将帐前效命。此次南下江南，我也考虑到会凶险至极，但我怎么也没想到，居然会全军覆没，而且是兄弟相残。本将一时失态，还望杨姑娘不要见怪。大将军言重了。冬青姐，你赶紧说正事儿，说完咱们就回去了。正事儿？当然有正事儿了，不然你以为我们俩千里迢迢跑来就是为了给你报个信儿啊？阿弟，不得无礼。袁大将军，我们的确是有更重要的事情。什么事？将军，您可知道，顾大人有一颗官印？官印？你说的可是东林书院顾县城顾大学士的官印？正是。难道你们把官印带来了？
然是顾大学士的官印。不过，这官印好像不是直接印上去的。哇，将军果然好眼力！这个官印啊，是从顾家小少爷屁股上拓印下来的。顾家小少爷？没错，顾大人的孙子，顾仁愿。顾仁愿现在人在哪儿？在战天云的阳明山庄。战天云，战大侠，算是可以相信之人。不过，还是尽快把顾家小少爷接到锦州来，只有在这里才能确保他的安全，也好给顾家留下血脉。将军请放心。嘿，哈，嘿，哈，嘿，啊，喂，马成飞，你在干什么呢？你玩什么呢？给乌龟挠痒痒？哎，什么叫给乌龟挠痒痒啊？我在练我的点穴功夫呢。你脑袋有病吧？折剑山庄那么多人呢，你干嘛不找个人来练功，偏要找只乌龟啊？练它有什么用啊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折剑山庄的人虽然功夫好，但是我手持的受不了啊，找他们练不是找残的吗？所以先拿乌龟练练，这样比较安全。哦嘿！可是乌龟的壳那么硬那么厚，你能点住它的穴吗？哦嘿！小少爷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之所以找乌龟练，就是因为乌龟的壳比人硬，如果把乌龟都点透，那人就更不在话下了。马尚飞，这可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见你这么勤快。那是，为了保命，我必须要勤奋一点。放心吧，俗话说得好，祸害1000年，你不会有事的。再说了，折剑山庄那么多人保护我们呢，你不会有危险。哎，小少爷，在保命这个问题上，靠别人不行，只有靠自己。有志气。宋朝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就这么说过：冰山难靠，天不助，人自助。你慢慢练吧。哎，小少爷，别让我自己练，你陪我练一会儿。自己练怪无聊的。陪你练功啊，我更无聊。我要找英雄哥哥啊一块背诗。我切，你，哎，冬青姑娘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。唉，艾弟，你能不能不走来走去的？你要是再心烦，就去那边睡一会儿。我一想到那个袁大将军做的那些事儿，我心里就烦。要我说啊，你是在自寻烦恼。这袁大将军一定有自己的苦衷，你不在他那个位置，当然不能理解了。亏我没在他那个位置，要我是个大将军，我就先派10万兵马把魏忠贤的脑袋给摘下来，再来个满门抄斩，还有那些宦官狗贼也杀他个干干净净的，还有那些溜须拍马的也一个都不剩，让他们去阴曹地府给牛头马面拍马屁去。你说我一个小女子都能想明白的，他那个大将军还能想不明白吗？再说了，就算他想不明白，他也该派个15、16、7铁骑把我相公和任愿先接过来再说呀。艾弟，你要知道，袁大将军是戍边大将军，如今叛匪正在作乱，此等大事哪是你们姑娘家操心的，万万不可。哎呀，袁大将军，这可是本姑娘百思才得其解的锦囊妙计呀！姑娘家怎么就不行了呢？姑娘家也可以成大事儿啊！再说了，不是说了吗？金国也可以让须眉。你们也不想想，这叶红影贵为神机营的第一杀手，他第一杀手怎么了？第一杀手他回家也是怕娘子的呀。实在不行，就让我们冬青姐给他一施美人计，不就行了吗？艾弟，不许胡说。哎呀，冬青姐，现在是成大事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能这样。再说了，你本来跟他就是青梅竹马的夫妻嘛。艾弟，杨姑娘，你真有把握说服叶红影吗？袁将军，我尽量试试吧。我相信叶红影的本性，并不是助纣为虐的人，再加上他师父战天云的帮助，我们应该可以说服他的。也好，我马上派兵护送2位即刻赶往东山县，尽快促成此事。真的？哎呀，太好了！冬青姐，咱们赶快走吧。艾弟，
袁将军，我倒是不赞成现在派兵，这人多啊，反而容易暴露目标。你也知道，魏忠贤的眼线众多，我们人多了，反而让他看出破绽，容易打草惊蛇。这样一来，很有可能前功尽弃。不如这样，正好我们姐妹二人乔装打扮，也许啊，这样更容易掩人耳目。也罢，就易姑娘的意思，此去关内一路凶险无比，还望二位姑娘多加保重，千万不可贸然行事。本将在此静候佳音。杨冬晴，是他，都是因为他。叔叔，红影哥哥和潘巡抚就是因为一个叫杨冬晴的风尘女子，才会反目成仇的。你是说，他二人是为了一个风尘女子才大动干戈，以死相搏的吗？都是因为这个女人，红影哥哥变了，整个人都变了。不可能。正所谓知子莫若父。潘如真的确是个信好于色之徒，但是红影心高气傲，绝非是沉溺于那种地方的人。我不相信他会为了一个烟花女子而心性大变，甚至手刃同袍。可是叔叔，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！那个叫杨冬晴的烟花女子，她就是东林党反贼杨莲的女儿。什么？她和红影哥哥自由定下了婚约，说起来也算是红影哥哥未过门的妻子啊。原来如此，想起来了，我对此事还真是早有耳闻。难道红影至今还对那个杨家的丫头念念不忘？红影哥哥虽然受了重伤，可是一定还活着。我要去找他，现在就去。慢着，这人海茫茫，你上哪儿去找啊？我不管，就算找到天涯海角，我也要找到他。傻孩子，找人的事就交给叔叔吧。这么说，叔叔知道红影哥哥在哪儿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现在已经回到了他师傅那儿，折剑山庄。皇上，方才老臣于御书房外听见皇上龙吟长叹，不知所谓何事啊？大胆！韦公公，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听皇上圣宣，便擅触龙颜，简直是我大明王法于无物。哼，孙大人，你越俎代庖，难道就是将我大明王法视为圣物了？那就把话说清楚。今日你在皇上面前诬陷本官越俎代庖，究竟是何居心？哼！大明祖制早有明定，皇上选嫔纳妃之事向来皆由内务府或礼部长老安排。什么时候轮到你吏部了？韦忠贤，你，哼！难道老朽说错了吗？今日一早，你孙大人私下为皇上安排选妃之事，在满朝之中早已传得沸沸扬扬。现在就请皇上做主评理。孙大人这么做，难道不是老朽说的越俎代庖吗？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二位爱卿，不要再为朕选妃之事多做无谓之争。皇上，请恕老臣斗胆直言，皇上选妃，此乃国之盛事，绝不得有须臾辱节相悖于祖典先制。还请皇上圣明，这选妃之事，还是交由老臣以内务府之名待皇上安排吧。皇上，难道你就任由魏忠贤的老贼如此恣意放肆吗？自先皇宣朕入宫，扶正登基以来，亲睹魏忠贤飞扬跋扈、蛮横专政，独揽大权。朕已经学会了2件事。皇上学会了哪2件事？等待与忍耐。等待，忍耐。不错。朕虽登龙基，但说穿了，就是一头纸糊的老虎。
反观那魏忠贤，满朝文武，哪一个不对他阿谀奉承、毕恭毕敬？在朕没有掌控实权之前，一定要忍耐。如果此事与他迎面争锋，那就是以卵击石，最后受牵连的还是天子脚下的黎民百姓。可是皇上，难道你就真没想过，魏老贼让他亲侄女儿入宫伴君，其真正的目的就是想挟天子以令天下，满足他夺权的野心？魏奸臣狼子野心，朕当然明白。可就是因为明白，才更要学会等待。等待？微臣不知皇上在等什么呀？朕在等待一个可以帮朕拨乱反正、铲除阉党的英才出现，也在等一个能将魏忠贤置于万劫不复、死地的机会。皇上，微臣斗胆请示，皇上您所提及的能辅佐您铲除奸党的英才，究竟是何人？平辽大将军崇焕。叔叔，我什么都可以听您的，唯独这件事情，请恕方宗不能从命。方宗，其他任何事情，我都可以由着你的性子，但这件事，你必须听我的。凭什么？就凭我是你的亲叔叔。叔叔。你从小父母双亡，是我一手把你拉扯大的。你的亲爹，也就是我的亲大哥，在临终前把你托付给了我，而我进宫时起，就再也不能有子嗣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亲生女儿，更把自己当成是你的亲爹呀。叔叔，自打我懂事起，就一直把您当成是方宗的亲爹。可是，虎毒还不食子呢。试问天下，有哪个做爹的忍心伤害自己的儿女呢？住口！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要你入宫为妃，全是为了你的终身着想。你怎么能说是害你呢？再者说，他日你若蒙皇上宠幸，荣华一生，自是不在话下。我根本不在乎什么荣华富贵，当初是叔叔您亲口答应把我许配给红影哥哥的，您怎么可以出尔反尔呢？逼我进宫，去伺候一个从未谋面的皇上，还不如让我去死呢。我只想和我自己爱的人在一起。可是你爱的那个人，给过你什么？除了痛苦，他还能给你什么？不，只要和红影哥哥在一起，我就觉得快乐。红影哥哥他不会给我痛苦的。孩子，你何苦自欺欺人呢？其实你心里比我更清楚，颖儿的心里早就被杨忠卿给占满了，根本就没有你的位置。够了，您别说这些了，我不想听。你不想听，是因为你知道，叔叔说的句句都是实话。不，面对现实吧，孩子。不，是红影哥哥亲口说的，他愿意娶我的。当时您也在场。红影哥哥说，只要1年，他就会和我成亲的。叔叔，您口口声声说你把红影哥哥当成自己的亲儿子，可是你……可他毕竟只是我的义子，他不姓魏。叔叔，醒醒吧，孩子！红影除了伤害你之外，给不了你任何一点爱，哪怕只是一丝一滴呀！我不信，我不信！我现在就要去折剑山庄找红影哥哥，我要他亲口告诉我，他的心里只有我，他是真心爱我的。你除了入宫，哪儿都不许去！您让我入宫，
伺候皇上，无非是想利用我，诱惑皇上，保住您9000岁的龙头宝座，不是吗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是不是胡说？叔叔您心里最清楚。为了权力，您就忍心把您的亲侄女像牲口一样卖了？住口！总之，不管你愿意不愿意，皇上已经放下话了，选个良辰吉日，就送你入宫。进宫之前，你给我安安实实的待在府里。你该怨的不是我，是颖儿。如果不是她对你无情，我又怎么能忍心让你入宫，去当皇上的嫔妃呢？哎，大小姐，9000岁吩咐了，没有他老人家的允许。小少爷，太棒了，太够意思了！别再多说了，再多说就有点假了。以前你要对我这么好，你让我干什么事我不干。你以后别说帮忙了，就直接吩咐就行了。嗯，那你绝不后悔？当然不后悔，后悔我是小乌龟。好，把剑挖出来。啊，你要挖鸟的剑呀？对啊，这剑是你埋的，就得你挖呀。我去，我发那倒霉的破誓。哎去，小少爷，你受累，让个地方。干什么？我学乌龟。你起来！你还是不肯帮我，是吧？我怎么帮你呀？你不替我想一想，这几天我一直骗他，我骗他说我是他的老大，冬晴是我娘子，是他嫂子，我天天还折腾他、折磨他、使唤他。你等他清醒了，你再把剑还他，他肯定给我来个一箭穿心，把我扎死。你要是现在不挖，我给你好看。切！能怎么样？哼，你等着。哼，小少爷，弹弓在这里。哎，别！哎，小少爷，别！你挖不挖？挖不挖？你让开！我挖！哎。大师兄，一个人在练剑啊？好，师傅教了我一套剑法，我怕记不住，所以拿木剑练练。哎，那我们兄弟几个陪你一块儿练吧，顺便你指点指点我们。对啊，是师兄，是啊，指点我们。指点你们，我还不会呢，更别说指点你们了。大师兄你就别客气了，二师兄常跟我们说，大师兄那招听涛劈浪堪称是天下无敌，而且那天你就是用那张听涛劈浪杀死了岳掌门，还吓跑了那个东厂太监。大师兄，你就教教我们吧。我根本就不记得我那天究竟是怎么出的招了。也许我可以帮大师兄想起来那天是怎么出手的。二师弟，二师兄，你打算怎么帮大师兄想起那天是怎么出招的呀？我记得那天岳掌门跟大师兄比武的时候，聚仙堂的掌门岳东来招招毙命，大师兄是在九死一生、命悬一线的情况下，才想起那招绝技听涛劈浪的。啊，对，二师弟说的对，我真的是稀里糊涂，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。事后我怎么想不起来那招是怎么出的。大师兄不要着急，我说过，我有办法能帮你想起来。二师兄，你说了半天也没说清楚，你到底想怎么帮大师兄啊？很简单，只要把九死一生的场面重新演一遍，大师兄自然就想起来了。哎，对，二师兄说的有道理啊。是啊，可是我真的不记得了呀。大师兄，腰背诚心讨教，你就别谦让了。哎呀，大师兄，
你就别让我们师弟们都失望了。难不成你是不愿意教我们这招听涛劈浪，想私藏？我当然没有，我没有。大师兄，你就露2手给大伙瞧瞧吧，让我们看看眼啊！露2手吧，看看眼。大师兄，好，那我就试试跟二师弟过招。等等，大师兄，为了能让你想起那一招，我们不用木剑，用真剑。可是我没剑啊。英雄哥哥，英雄哥哥，我们帮你把剑给挖出来了，给。哎，这么巧，大师兄你有剑了，请吧。顾洪兄，希望你在天之灵不要怪我。颖儿生性纯良，我不希望她越走越错，再次沦为被奸人利用的杀人工具。所以，我不希望她回想起过去的种种。我只能传授她只守不攻，仅仅只能保护自己的剑法。但愿顾洪兄能谅解战某的用心。大师兄，小心了。各位师弟们看，大师兄真厉害，不管二师兄怎么攻，大师兄总能见招拆招，连根汗毛都受不着啊！大师兄，你那招听涛劈浪我也练过，你要再只守不攻的话，就太看不起兄弟了。别误会，我没那个意思。哎呦，我说冉主任，你倒是还手啊！攻守不攻哪行啊？他下手那么狠，你不用考虑我的面子。英雄哥哥，快用你那招听涛劈浪啊！可是我真的想不起来了。大师兄，得罪了。听涛劈浪，嘿！大师兄！哎呀，你这笨鸟！大师兄，没事吧？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大师兄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没事。姚北哥哥，你怎么下手这么狠呢？他是你大师兄啊！对呀，太过分了呀！你们还是师兄弟呢，真拿家伙劈死他呀！二师兄，这次你真的太过分了，你下手那么重呢。是二师兄，你出手太重了。我没有啊！哎，大伙儿不要再怪二师弟了，要怪只能怪我太笨。大师兄，你就别再替二师兄说话了。二师兄，你怎么这么过分啊？你怎么能这样对大师兄呢？灵儿，他们不了解我也就算了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你别再说了，这是我亲眼所见。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我什么都不用说了。师傅，爹，都跟我来。立即派人将这2面免死铁券送返京城，交给9000岁，禀告9000岁，在下已确认了神机营叶红影的下落，只需稍待数日，我便可带着叶红影返回京城，交给9000岁亲自发落。是，长公。战天云，你一口气耗尽了2面免死铁券，下次我看你还能拿什么同时保住叶红影和姓顾的那个反贼余孽？刚才听你说叶红影真的是在折剑山庄了。剑术是一门武术，也是一种修行。练剑之人，除了力求剑法精进之外，更重要的是如何体悟心性的修养。所谓剑，乃器也，唯心是用，用剑行善，便是圣者。
仗剑行恶，则是妖魔。所以，你们每一个人到我门下